三界因你而乱，众生因你而死。天启，这世界再也容不得你了。三界没了，重铸便是。可有些东西没有，便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三界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情无义？我当初就应该将你留在神界，否则月明也不会这么惨死。你不配提到，更不配提情义二字。天启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住口！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天启！还我师子命来！住手！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，我就是道！天！